I bow down before. 有早起时的祈祷献主，尊毛主应他，愿主的恩典甲平安赐予咱。为这是主上的早起时应听我声。 上主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怜悯永未断绝。觉早起换新，你的信息广大。三甲来吟圣诗200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起立吟全首。天顶讲起上帝荣光，强
出在目真丰富，因的声音袂通听见，纯真遍满到天边，因的言语高伫万邦，诸位日头按张放。上帝轮番高极照庇，互人心实地活起。伊的感情确实有益，光亮漂了有在万。我主上帝情的教示，会互人心生欢喜。全能上帝顺家命令，会互人目睭光明。我主上帝坚固石磐，恳求你来救赎我。我嘴所讲，我心所想，愿你接纳那芳香。咱犹原徛伫三甲用信仰个别使徒圣经来个别咱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麦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竟是为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是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伫启应文66篇，启文66篇，启示录22。1121页，我是阿尼法甲阿米加。将灯泡洗清气，遐人真有福气。遐个狗类惊邪术的、淫乱的、害死人的、拜偶像的，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我是大别的君，是伊的后裔。圣神甲新娘拢讲来，喙内的人就来。为着这个事做证，迄位讲，这声阿门，主耶稣啊，请来。三甲来祈祷。主啊，我要学了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创造天地，地甲其中的一切，你使活命互万美，你的荣耀充满全地。阮感谢你的主爱，你的信息到万世代。既然有活气的，
拢要学落你。主你创造天地，是万项的起头甲煞尾，是开始甲结束，是永远全能的主。你的权能要成全你的旨意。伫阮软弱的时，有时信心无够的时，你是阮的气力，你的手扶持阮。伫盲雾中，你用光照阮，显出真理，亲像早起时的光。阮着坚定倚靠永远全能的主。你的听永远袂变，你的救恩丰盛，诚做阮性命的毋望。当阮搁活伫罪恶中，阮求你赦免，清起阮的心思有念，伫你内面重新得到自由，互你的救恩搁加加添。阮仰望你的救恩，因为伫你有毋望，有拯救，有永远的活命。阮也将家己交托互你，互阮无搁互罪管辖，要活伫你真理的光明中，活伫你的慈爱中。主啊，求你帮助阮，无搁靠家己，只有仰望你、信靠你、听候你，直到看你荣耀的作为伫阮中间显明。为台中最近的低温事件祈祷，低温造成农民甲生意人真大的损失，市政府官员无方法、无实在面对甲处理。求你互掌权的人有诚实甲公义的心，无为家己的利益失去真实，着为百姓的利益。主啊！你的慈爱永远存在，你的怜悯永未断绝。你有公义的审判，求你互灾害变成做祝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圣乐队献诗来敬拜主。
三甲来恭读上帝的话，伫圣经诗篇的130篇78节，诗篇130篇78节。以色列啊，要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以上，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就是线接的丰盛。接下来的丰盛。各位兄弟姊妹，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经过15天，咱无猪肉通食吼，才算咱会当正常过咱的生活，有这猪肉通食，甲猪有关系的事业，嘛会当正常来营业。中华百万第一次破例歇15天，当然过去这是咱的猪着非洲的这个猪瘟吼，非洲猪瘟吼。是得到这非洲的猪只咱禁瘟禁宰，这2礼拜咱敢有受啥物影响？其实敢若嘛无啥物影响嘛吼，因为你较莫食猪肉，总是安那，你当食鸡肉、食鸭肉、鹅肉，也是食牛肉、羊肉等等食的，吼。但是这肉内面肉类内面，牛肉较羊肉一定。进口的较侪嘛吼，所以咱想看卖，农业部宣布伫11月6号就开始恢复猪的运输，7号就开始会当拍卖，8号伫市场咱就会当买到温体猪，吼，不是问题猪，吼，是温体猪肉，吼，毋是问题猪肉。所以咱想看卖啊，最近咱有猪肉通食，但是咱想看这15日。咱的生活嘛无啥物差别，吼，2礼拜这猪只影响着社会国家，但是去到对嘛拢会当食着猪肉，敢毋是？10月26号，咱的爱餐有啥？有猪肉，吼，有人讲猪肉，有人讲猪肉，吼，猪肉，这各地腔口吼。11月4号，中华去中华中华伫中华医开议会。第2长老、陆长老甲2位牧师拢去，中昼嘛有项目呢，哦，11月4号嘛是有食着猪肉，11月5号少年同学到伫台南，我会记得暗顿嘛有猪肉，所以不管是这拢是库存的肉吼来看，那无啥物影响甲差别，但是想看卖，如果即届的非洲猪只，吼，非洲猪瘟，若是伫顶世纪的农业社会，1950、1960年，也是甚至较晚，1970年代，有可能迄个时阵，大家拢无肉通食，因为迄阵仔消费能力无遮尔悬，吼，咱无法度进口遮尔侪牛肉，因为消费无遮尔悬。莫讲要食一个啥物物件吼，就是肉类拢非常的贵。所以有可能这是一个真大的影响，但是咱来看，无啥物种的差别甲影响。但是咱想看卖啊，对即届咱的饲猪的行业，拄着即届的猪只来看，咱爱搁较警醒吼，爱杜绝禁止走私有问题带病毒的这肉类入来到咱的土地。安尼咱就当杜绝猪要饲猪的人有得到这个病毒去愿上帝帮助咱。咱每一日，咱每一年一开始，咱拢会去想讲咱今年要有啥物种的运气来帮助咱。
足侪人啊去求啊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就是讲五忙雨雨会当适当适量就好。吼，啊，这个成语嘛是咧形容丰年甲安乐、天下太平的景象。我想讲每一年，大家想讲啊，今年看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是对即礼拜来看，咱们爱上紧花条，因为上帝安那要丢一个需求给台湾，这个风台爱个转过来，那是需求，佫是大需求，设一个弯入来。啊，这风台是安怎行？伊就对这个高气压的边仔咧行，啊，所以当高气压若较弱，伊就会将来为北部北边来起来吼。啊，若高气压较强，伊就会走较南边。哦，这是高气压甲低气压啊，即种的观念。啊，这嘛是透过人慢慢研究，咱较知影讲哦，风台是安尼行，会当预测伊的路径甲伊的路线。做时仔想看卖啊，这天气毋是咱会当掌管的，咱袂当讲啊，伊莫来台湾，这风台就无来台湾。哦，上帝嘛，照伊的安排，照伊的旨意。哦，所以咱礼拜三，哦，咱就要注意哦，新闻的报道，咱即摆拢会当预测，哦，预测风台也是预测当时要落大雨，要做大水。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当条有一个徐贤妃吼，然后伊是有那是唐太宗的一个嫔妃啦吼，啊，对伊有写一篇吼来见太宗习兵罢役书吼，就是讲唐太宗伊建议啦，伊讲咱这20年吼20个过2年，风调雨顺，年登岁壬，当年咱拢有修成。人无水旱，吼，人咧治理这水啊，拢无啥物种的弊案啦，吼。啊，国无饥馑之灾，就是讲咱这官员拢真认真做工课，啊，国家拢无饥荒，啊，这水嘛治理了真好。啊，想看嘛，22年拢风调雨顺，年登岁壬。啊，知影讲，蔡英文做总统迄个时代较无风台啊，吼。有几年真正无啥物风台，这几年来看，对旧年开始哇，风台一个接一个，啊，这是正常的，这本来就是真正常。哦，伫这气候的内面，这算正常。咱想看卖啊，咱即摆会当预测风台的路径，但是只有一个较歹预测，就是低档。哦，低档，但是即摆佫有低档的警报，哦，但是如果发生伫台中南投，有可能几秒钟你爱紧哦，找一个安全的所在避难。我上帝帮助咱天灾气候，甲遮个大自然，拢毋是咱人会当控制甲掌握的。这个官兵实在伫上帝的手头。若要有风调雨顺，嘛是上帝伊的旨意。安尼若有丰收，就有欠收，敢毋是？咱看创世纪，咱嘛拍丰年啦吼。拍丰年，吼，也是拍荒年，拍这个荒年，拢出现伫创世纪41章。因为埃及的法老做2个梦哦，有7个有7个好的麦穗吼，饱哦的麦穗，啊7个安尼拍内底无结实的麦穗，啊有7只肥佮水的牛，了有7只瘦的牛，这是2个梦对无？啊，无人甲伊解梦，啊，人找着约瑟，叫约瑟甲伊解梦。约瑟甲伊讲，这2个梦是同一个梦，这2个梦是同一个梦，但是意思当有7个丰收的年，接续有7个这个饥荒。台语圣经讲7个好年冬，啊，接续有7个饥荒，啊，要安怎？上帝已经透过梦来启示法老王。约瑟嘛，甲伊讲，上帝伊已经甲你启示啊，伊要甲伊所要做的代志，甲你指示法老王啊，就拢已经甲你讲啊，你有7个好年冬，接续有7个饥荒的年，要安怎处理？哦，啊，约瑟嘛，甲伊开示啊，吼，甲伊解说清楚啊，这是上帝伊的作为，已经提早甲你启示。
所以嘛袂当无啥物作为，对毋对？接下来如果若无应对的措施，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有可能安怎？安然度过即个丰年，有可能丰年结束了后，你拢无做准备，啊，进入饥荒，啊，国家就结束啊。真侪国家是因为饥荒了会影响啥？人为着食食会去抢，啊，就有战争，敢毋是？人就会起来反抗政府。伫饥荒的时阵，清朝末年有啥物遮侪战争？太平天国。等内忧，啊，佮有外患，啊，所以到尾规个朝廷就结束。所以想看觅啊，即个丰年经过，咱若拢无做准备，有可能国家的命运就对咧斜落去。创世纪41章，王约瑟甲王建议讲，你着拣一个聪明、佮有智慧的人来派伊来管理全国，啊，该派官员去管理全国。伫七个好年当。收成的时阵，就爱做准备，5分抽1分起来，来接住伫7村的内面，该派人管理遮个收成的5国，互因伫7村的内面，安尼准备来度过即个丰年。所以话上帝帮助咱伫丰盛的时，咱爱做准备。所以有一摆，我主持个别说，我看到迄句话我就甲大家分享，有水当思无水之苦。你有水通洗手的时阵，你就爱想讲无水的时阵，迄种的苦。虽然即马生活方便，但是毋知影当时咱会拄着生活无方便的时，敢毋是？即届花莲拄着的即届的灾情，嘛是爱有经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甲在咱的政府是派一个即有官，看他看起来有那个权柄的人给他权柄下去管理，来管理。遮个受灾以及咱个受灾爱有人来管理，有人来治理，有人来统筹来安尼整个来调度指挥。咱即个指挥官即纪连城即个指挥官做了真好，民众拢有心感受到。所以咱拄着遮个洪灾，拄着遮个灾害，要安怎做？政府就爱做甲风险降较上低。灾害损失降较上低，生命财产的损失会当降较上低，这确是一个好的政府，敢毋是？所以上帝已经指示法律，嘛袂当啥物拢无做，所以法律就指定约瑟来做宰相，来管理这14年，要怎样来调度粮食，甚至伫45章6节。伊的兄哥对迦南地来到埃及，要来买米粮，伊拄着即个约瑟。后来因3年了后，约瑟甲伊讲，即马饥荒较2年啦，抑阁5年是袂当种植，阁无收成咧，袂当种植无收成，要安怎？所以约雅各嘛是因为阮无通食，派伊10个囡仔去到埃及，讲你较人去买粮食，听讲只有遐有粮食会当买。所以丰年无一定是抗旱，洪灾、水灾嘛会当造成。所以有当时风太提早来，迄年的山野都没有芒果可以吃啊，不然就是很贵，有无？也是讲秋天热天风太过，哇，这油那甲满世界，油中秋节无油也是做伤贵，但是我想讲有一种水果敢若拢无啥物巧。龙眼、莲影，因为莲影一届拢结足多，有可能遐拄着灾害，但是其他所在无。我还咧看着讲莲影欠收啊，所以话上帝时阵伫咱的中间，就讲风灾、地变、天灾拢一定发生，但是一定要有一人来好的管理。即届花莲马太安溪，咱知影咱的政府出动偌济。动员偌济人，志工莫讲啦当然志工拢志愿的，大家坐火车去去遐共斗相共拼杀，咱的国军第2、第3、第4、第5作战区拢有派部队、派阿兵哥去斗处理，所以看只有离岛的兵调袂回来以外，
台湾这部队拢加减有派一寡人去支援，互相轮替。那有可能大家去3、4天，就爱回来就换别个作战区来嘛有西边遮调兵去还有特种的遮搜索队去。所以遮若无一个政府的智慧，无指挥官的智慧，甲伊有即个官兵官学，安尼即个灾难，即个水灾已经造成可能会收煞无真好。其实伫未发生进前，所有咱台湾上介好的学术单位，台湾大学阳明交通大学、成功大学、甲东华大学，伊拢早就有团队咧监督、监测啦，咧观察即个堰塞湖到底是会走向是安那。当时迄阵伫未发生进前，就讲绝对不能爆破。因为你若爆破了，有可能造成第二次的灾害。即第二次的灾害，无人会当掌控，无人会当评估伊到底会当造成偌济损失。所以到最后，互伊安尼溃败。总是迄阵嘛是有风台，但是咱人会当做的，就是安那。咱人会当做的，就是有防预防性的疏散咱会记得咱台湾即几年伫21世纪发生啥物种的灾难？21世纪的 SARS 有一段时间真无方便，到2020年开始，即个 COVID-19 到即马，虽然拢已经完全结束，恁哪有想看觅迄当时当上介严重的时，路拢无啥物人去。这是咱目前拄着上介大的一个灾难，包括囡仔拢伫厝内视讯上课，迄个时阵啥物上好？就是所谓镜头啦，视讯迄拢欠货。咱拢期待讲每一天拢会当归零，迄个时阵就有讲你吃了龟苓膏没有？就是让那个疫情可以归零。咱想看觅有风声，就有风年。但是咱想看觅伫风年，咱要安怎来经过？上帝要互咱迎接接续的风声，对后疫情的时代，咱来看，真侪教会过去伫2020年到23了后到24，慢慢恢复。23即个疫情慢慢过去了，人较渐渐放松，渐渐甲恢复甲疫情进前的情形安尼。咱想看觅咱即马所面对的，就是3年迄种的欠收了后所面对，上帝要互咱的丰盛。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记得，毋是干那求丰盛，是伫丰年的时阵，咱要安怎度过？法老讲了真好，约瑟甲法老讲了真好，你得拣一个有智慧、有智慧聪明的人来管理。所以无论咱怎样，上帝的百姓怎样伫地面上，咱面对什么种的挫败，上帝的应允永远甲咱同在。真侪教会伫疫情了后，拢要搁咧恢复中间。咱已经努力1年2年，要搁继续努力，因为疫情过了，有的人就真习惯，永远在线上。我们是线上礼拜，咱是来到礼拜堂献上咱的礼拜。有的人是伫线上的礼拜，有意思无？咱是来到礼拜堂，来到教会献上咱的心意，主欢喜。但是有一寡人伊就习惯伫个线上，不管咱人安怎做，上帝应允伊会用。诗篇130篇。诗篇130篇会当讲是以色列的悔改认罪的一个祈祷。伊直到最后第7节、第8节，就是祈求讲上帝你丰盛的资源，因为阮的信仰，因为阮的确信，阮的罪得赦免来恢复这种的信仰个别。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当疫情结束了后，是毋是咱会当进入丰盛？咱嘛爱真认真来做福音的事工。我较期待是咱教会少年一辈来参与，
因为你看约瑟30岁就做宰相，30出头啊就做宰相，就爱管理过来接续14年丰年甲灾年。当然，上帝毋是讲你一定丰年了就变灾年，咱是灾年了变丰年。2022年啊，阮阵服侍教会吼，2022年哦，迄阵大家拢还袂还阁小可有迄种感觉，就讲疫情要过啊，但是无完全过，迄种信心还无够。2022年的年底，阮的教会就伫街头咧报道啊，吼，因为兄弟姊妹迫不及待，吼，2年吼，就感觉总闷咧。2022年大家就迫不及待吼，就伫教会外面，吼，来唱诗歌，来传福音，来发福音当中。迄阵啊，大人还佫挂口罩，啊，有人还佫吼看着还佫会想，你看。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丰年了后，也是伫灾年了后，上帝要安怎引带咱？圣经讲对130章第7节、第8节讲，咱爱佫再次确认上帝伊的主爱，来到主的面头前。虽然毋知是啥物种的原因，上帝互遮的疫情也是灾难临到，总是咱相信上帝伊的仁慈，甲伊的救恩来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你，阮是河顶的卑微渺小，阮是河顶有的崎岖，总是主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子民，互阮伫教会成做一个大家庭来敬拜阿拉主，互阮的信仰单纯，互阮的信仰是仰望主你的恩惠甲疼痛。无论阮伫逆境、伫顺境的中间，主你拢陪伴阮、引带阮，帮助阮的教会今年的事工，以及要接续要安怎来继续明年度的事工，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伫后疫情的时代，互阮的教会来接续努力，互即个伫疫情进前的丰盛。当临到，我每一个人拢会当努力，伫事工的顶面，愿上帝你帮助所有伫教会服侍的人，互因无嫌劳苦，互因咧服侍的时会当得到人的鼓励，得到主你的疼痛。愿上帝你帮助，阮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3个吟圣诗506首，拜上帝的敬意，起立吟全首。拜上帝的敬意，世上着欢喜。因为上帝照顾咱，伊听咱敬意，拜上帝的敬意，拢总着诚实。因为上帝听敬意，阮困来记忆，拜上帝的敬意。拢着讲好话，暗暝上帝足欢喜，看咱做宝贝。拜上帝的敬意，拢着有笑容，因为上帝爱咱好，温顺搁善良。拜上帝的敬意，来三角吟诗，阿拉上帝圣尊名，少念伊慈悲。请坐，要来奉献，恁别人接受，继续是接受书献。
我来报告，咱先开第三面，来看本周的金句。第三面，以色列啊，要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诗篇130篇7节，做伙来念2遍。以色列啊，要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诗篇130篇7节，以色列啊，要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诗篇130篇7节。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事奉表，请咱家己看。先开第4面，小的广告。顶礼拜11月初2的临时和会选出长老2名，执事3名。长老陈木生、赖正业，执事魏祖辉、陈建中、赖秀珠。任期4年，伫10月28礼拜中举行就任式。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台湾新人医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新人医事工甲大岛奉献。礼拜后有爱餐，感谢洪雅珍姊妹准备温柔小组收拾。愿主祝福。第3点，这个本主日中昼12点半，伫3楼举行11月的定期中级会。会后呢，煞接咧开迄个小会。第4点，这个拜3的祈祷会。为仁爱小组喜乐小组大岛。第5点，就是这个拜六11月15 9点半到5点，伫教会举行2026年教会事工研讨会，请中级各单位、各团体的首长、同工爱踊跃参加。第6点。关怀部就是后礼拜日11月23下晡4点召开关怀小组长会议，请小组长甲副组长爱参加。第7点，社青团体推选的结果是会长杨雅婷、委员林炳银、陈雅温。第8点，县外队选举结果，队长王明仁、委员杨乃琪、林炳银、刘秀英、魏祖辉、詹丽芬、杨雅婷、赖淑美。第9点，青少年团体年会选举结果，会长黄品珍、委员黄梦梅、黄品杰。第10点，圣诞节要到啊吼，这个圣诞歌要爱的人，请到办公室登记去缴费，到11月30截止。11点，独行小提琴班的招生，伫每礼拜日暗时6点半，伫5楼上课。费用呢看报名的人数来赔本啦吼。请自备小提琴，你去报名的到办公室。第12点，这4年读经计划，这礼拜要进入加入太到提多书的3章。看第5面。这团体甲小组的消息，主日2伫礼拜后11点半，
的六楼有鱼菜共生的活动。第二，11月16，就是后礼拜日，伫4楼啊有亲子悄悄乐。第2点，青少年团契伫礼拜后呢11点20，5楼有聚会，过问时间。第3点，少年团契的第2点，伫礼拜爱餐了11点40，伫1楼的聚会，生活分享。看第4点，书海读经，礼拜是暗时的聚会，主题叫做永袂变的疼，永无改变的疼。第5，兄弟团契。伫11月15，这个聚会啊，因为教会事工研讨会，所以暂停一遍。第6点，妇女团契，后礼拜日的聚会是手作手机带编织啊，要爱参加的，甲会长报名，因为爱准备材料。第7点，社青团契。后礼拜的这个聚会主题就是基督徒最容易误解的神学观。咱看第6面，的关怀协会消息内底看第4点，关怀协会第4点，征求电话问安的志工1名，每礼拜4吼。早时到教会的办公室去拍电话，去关心咱的会友。咱看迄个具体交通吼，遮甲会友的动态，等下牧师要带咱祈祷。安尼，等下即个有庆生吼，庆生的名单伫下面遮。即个月11月的庆生有32人啦吼，32名，遮个名单请咱家己看。第7面有顶礼拜的奉献，吼，老错误的呢，跟即个财务组吼，财务部甲因反映，以上。来介绍一对翁仔某尤志祥牧师夫妇，咱拍拍啊，欢迎。因对泰国回来是志良长老的阿兄，伊伫泰国咧牧会，泰国基督长老教会牧会，嘛属伫咱总会内面。下面咱来举行庆生，咱请11月生日的兄弟姊妹，请咱起立。免客气吼。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吼。咱首先为着11月生日来替因祈祷，来为着这徛起来领受礼物的兄姊妹来为因祈祷，同心来祈祷。太太主，感谢了你，我今仔日来举行11月生日，这过生日的兄姊妹，你互因伫祝你互因伫11月出世，这拢是你真好的安排。因为11月份是感恩的节期，11月是收成丰收的节期，11月份是进入秋天的节期。主愿欢喜，这兄姊妹因伫11月过生日，祝你互因年岁哪加天，你着祝你会疼痛恩惠嘛哪加天，得着人会娱乐，得着人会接纳嘛哪加天，求上帝你帮助这11月所有兄弟姊妹，因伫11月
过因的生日。阮毋爱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为着阮即礼拜六的事工研讨会，甲继续明年的事工，所有参与，无论是小会员、执事，也是团契会长、委员，也是关怀组长、副组长，也是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组织的首长，同工来参与上帝，你拢是阮帮赞，互阮来领受主你互阮的意向，对你的话语对阮所领受的使命来帮助阮，同心合一来继续明年的事工，主你来带领引带。我为着11月份有侪的事工，无论团契年终的聚餐，也是也是我们要继续感恩节、圣诞节的事工。上帝，你拢甲负责的同工同在，赐因智慧，赐因运势，帮助阮的教会持续来发展，来领受对疫情了后，主将教会无法度，大家拢伫教会聚集，伫线上礼拜迄个时代，阮对于这后疫情的时代，阮来领受主你互阮来进入这个丰盛，有上帝帮助阮。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听教会，听主，听人，阮献上阮的祈祷、俄乐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时阵来行平安礼。咱永远徛伫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401首，愿全能主上帝吟全首。愿全能主上帝保守所有无体，使平安完全平安，坚信勇敢拄万难，也目仰望主的面。享受稳定也无尽，我全能主上帝，保守所有无体。无手做。咱做个咱是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
请一个